海棠讲，伊遐钓到给你的猫王给过诶。拜托，莫过于好冇，生意连好，唔止头天呐。哎，你娘啊娘！人家本来没做反酸墙，爱没做一反酸墙，见好色哦。哇，芒果青哎！啊，这什么东西呀？绿绿青青的。哎，芒果，我想到了，冯来，是谁在偷我家的芒果？给我下来！做擺緊地放羊，從多個跳啦昂昂，要記得想做貓王，個落去未變難養，想個冇機關於上，成功嘅夢，為這樣開始投降。跳啦昂昂，穿梭在來去跳空，是多久跳啦昂昂，我主心難多人用，個落去人變昂昂，想當英雄，成功的。入出嚟啊！阿潘，出來啊！潘，老乖啊，做乜嘅啊？發生乜嘅事情啊？阿強，條下本人做去警察局咧。啊！进去！蔡警官，请你把这小子关起来。昨天把我打伤，今天又到我家偷东西，我看过几天啊，他要杀人放火了。嘛个事情啊，老表，你发生什么事情？进贡台车了呀！我是偷你家什么东西了？你爬我家的墙，拔我的芒果，不是偷是什么？哎，你一路把我带来警察局，你看，在我身上，你有看到半颗芒果吗？蔡警官，有人看到他偷摘我家的芒果，特别写了张纸条告诉我。您请看，屋主请多小心，有人偷你家的芒果。蔡警官，这个就是证据啊！哎，你还骂人下给啊？怎么样？没话说了吧？老乔，你做乜头上人反酸的呢？蔡警官啊，講頭日太高分了吧？我睇睇前夫嘅樣式啊，佢攞船嘅反酸，我幾多出殺幾多啊？佢反酸登啲陸空，根本就冇人愛啊！那根本就是沒人稀罕的東西嘛，怎麼可以說我偷呢？什麼叫做不稀罕？那你偷的又是什麼？老沈，你也別那麼生氣嘛啊！蔡警官，我怎麼能不生氣呀？我昨天被他打了，今天到我家來偷東西，還約了共犯。我抓住他的時候，我看見那個王八蛋拿手電筒給他呢。共犯，老喬，咁正有案的事情。跟着老沈，終於有看到我咧。阿強哦，唔會讓你咩啲現場嘅事情哦講出去嘅啦。然後先去警察局看一下。好。當時現場還有朋友嗎？冇啊！蔡警官，你們看看，這是什麼態度啊？偷東西還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。本來就沒什麼事情嘛。哥哥，人家個人偷東西，你抵啊唔抵啊？我已經派人去通知人媽媽呀。唔該晒。見唔見阿強嘅未？哎呀，哎，空嘅，空嘅。
唔系用的呀，哈？你六四军啊，哈？怎样的反酸？不该按多手那个人心唔拉咩？你怎样的反酸做乜嘅啊？我希望用條牛梯喏，吓唔講啊？要唔講快啊？哎，阿嫂，阿嫂。沈先生，快些啦！迄个生意冇搞好，我拜托俾你机会好吗？还拜托啦！你儿子他打了我，今天还敢到我家去偷东西，我非告他不可。老沈医师啊，讲一摆啊，佢吃到一本小强一定要教训啊，一定要顾忌啊。快些啦！而家我一個做上嚟講，是看下先啦。看到牙妹要拿反酸向老人拜託，我實在唔知要講乜計。雖然我清好記錄嘅反酸槍，不過送人那種東西，我就吃到真排泄。我向嘅老牙妹講，佢都冇得糖啦。你自己做嘅啦，首先我是看下先啦。你也是看下先啦，自己做嘅，上嚟講。阿妹，唔好再拿嘢嘅送人啊！拜託嗬，唔好同死人嘅計較啊，好冇？拜託，拜託啦，拜託啊！老沈，我看他也不是故意的嘛，你就得饶人處且饒人了，不要跟小孩子計較。是啊，人家妈妈都已經道歉成這樣子，夠了啦。就这一罐芒果青，就能把事情打發了。你不是要補償我嗎？我就給你一個補償的機會。老沈，你葫蘆裡面賣什麼藥啊？我要求你精神賠償費，一口價5萬塊錢。你說什麼啊？5萬塊，你乾脆去搶好了。老沈啊，你真是獅子大開口，你還真敢呢？我無所謂啊，不勉強的。妈，唔过阿强偷东西哦，那代价就要赔钱啦。你都用答应你的事情啦。我答應一樣嘅，迄人就同意和解，反正都簽好嘅咯。呀，等你现在把某事情做下，好点点哦，没得按欧农怪起来的事情来做啊。你都沒挑事嘅。阿婆，你做乜嘅呀？唔掂唔掂，而家做乜嘢啊？我看麻煩按到咧，讓我丟老嘢啦。天講嘢咯，你這不是以後搞脫俗啦？你存錢反債啦？唔會脫，唔會脫啦。你愛見是見，我自家壓出來嘅事情，我會自家負責。講到按後堂啊，你會負責？啊，根本嘢咯，冇老嘢就不見係咯。你這唔掂嘢唔超過來啦！阿婆，哎呦，我啦，你做乜嘅嚟嘅？不要輸了，不要輸了。媽。兩回去吼，迄樣嘅咯，人家必杯，我炒飯甜咩？
人吼，就同意唔会过阿强偷拿东西，迄都真好的啊！迄阿强，迄有留记录，看以后勇敢噻。阿公，迄脾气唔安快啊！迄10年前吼。 我连想办法来反都会的啊！我赔本路程嘅錢，我自己會想辦法賺進來。賠錢嘅事情啊，唔是少啊。妈，我去上班的啊，你莫做提案嘛。 如何的生意哦？像我穿太前了，阮其实够红的。哎，应该大概做按帅，不过投资嘛，还是了一担钱。有得婚姻搞，真的吹高哦。做呀做，暗呀做，啊，你做创意多钱？ 阿潘，你要去花圖啊？根本日我去講嘢花。哦，你安做哈？你咩安做？你攞去拿啦。 阿強老嚟講，阿爸喺派出所嘅差警官，你阿爸初步做一副卡，咁就講到阿強老嘅副卡嘅事情。初步日阿爸轉來講一下，從阿羅媽媽同意賠錢嘅事情就安尼解決咧。冇想到10幾粒村呢。 我輸到安尼個執法，
你有无爱自家去问阿强呢？阿强强老乖哦，要拐去出家，故说要无一天要留伊你讲啊。然后讲唔系都几片咩？还有得时间啦。阿潘，你头下讲老怪也肯联络去，关于呢？该勇士，你有在现场吗？冇啊。你小李阿强，又唔敢直接问去，行去歹势。阿强一定同欢喜有你呀，你嘅好朋友。其实我老乖哦，都真中意阿强的。老技强好，都真将鬼上瘾变做老技强用，很乐先欢喜。再见。刚刚好。罗强，今天没迟到啊。教官啊，这个迟到要罚，没迟到你也要问。哎，真是这样。你还在耍嘴皮子？那昨天晚上你进警察局的事情，我可以问吧？怎么又是他被叫去警察局啊？走，去教官室。走啊！好了没啊？我好想看哦。哦，那人刚坐下来就吵着要看画了啦。我想看你是不是把我画成丑八怪啊？把你画成丑八怪就不是写生啦，坐好不要动啦。阿强啊，點乜嘅啊？仔年仔嘅高唔高啊？高唔高？你要前條路啊？行過去天啦，有名唔掂，喺洞開春前。阿強，係先啊，你用是安樣啦？有件事情迄係引起嘅，范酸又迄係講我砸嘅，錄音帶又迄係講我以前嘅，係先啊，而家開到高官打電話俾人咩？哎呦，高官這想算一機會，馬挨本數嘅先生湯啦。也未接到電話，又愛趕哭，俺的豬頭硬硬打打，亂講話。哎呦，你用是安樣？你啊，我事情都會啦，哦。俺哋上樓美女嘅錄音帶傳咗來，誒，阿孟團湖演傳歌公演，呢幾篇可能。好啊，希望你對唔到美女，點到本美女夾把管起來。係望眼人衝啊！你要呢？啊？你要去畫圖啊？根本意我去講研花。你喜欢哪一种男生啊？斯文的，有点内向的，要会唱歌，会弹吉他。啊，最好姓潘哦。哦，讨厌呐！我说的对不对呀？
你喺做乜嘅？一日講嘢超乖乖嘅，行啊！美女，我觉得阿潘好像跟一些坏朋友在一起耶。什么意思？常常跟阿潘在一起的，就是小罗跟老怪啊。我说的就是他们两个。第一次见面，那个叫小罗的不就被学校记了一个大过吗？那天呐，我还看到他们两个偷摘人家种在院子里的芒果，哎，阿潘一定会被这两个人带坏的。我倒觉得小罗蛮倒霉的。我爸说啊，其实偷摘人家几颗芒果这种事，就算是屋主不高兴，也不需要闹到警察局啊。什么闹到警察局啊？刚刚我不是说我看到他们偷摘人家芒果吗？就是我写字条通知屋主的。很奇怪耶，怎么个高官后底下强入警察局嘅事啊？你一下張相多，我老唔到講，我本路線捉多，喺現非有人寫紙條留路線個，我想嗬學搞位啲啊，咩係強殺人做嘅？哎，迄萬嘢按有數啊！我樣啲，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哎。我爸爸昨天回家一直讲，我妈妈真的很命苦哎。小罗他妈妈不止在市场卖菜，还在我们的村子里的关太太家帮佣的。不止这样，他还带了好多家庭手工回家做哎。那他更应该乖一点，不要再惹事，让他妈烦恼啊。坏学生才会让自己的妈妈烦恼吧。你都该看乜嘅？啊，你講緊咧？哎，哎，哎，你用飛到了？誒，貓王三人組飄下來，應佢個掉用佢個呀，用佢個甜甜啊！俺還撈到貓王三人組還來請來嘅。哎，我都用甜對呀。係啊，呢啲啊，係左手過來啦。來看看。哦，美女畫美女，難怪那麼多人圍觀啊！畫的好不好，和美女畫美女，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吧？也對了。哎，講真型嘅，唔使啥用飛來亞比嘅。哦，都好行過呢邊啊。你見帶後頭冇？你等下啲花圖哦，你哋上到之後啦。錯，那就三人組哦，哎，連衝的啦，連衝，嘿，你等下畫得開心啊，開心啦，再見。哎，美女，阿姨擺張嘢橋我卡前面出來了，請你同我橋下來了。哎，來，拜。美女，我想跟去看看。看什么？他们不是说要去练唱吗？我也说不上来啦。可是你不觉得阿潘跟他们两个人就是不像同一种人呢？我想去帮你看看他们到底在干嘛。啊？可是我还在画画哎。那你等我一下嘛，好不好？我很快就回来。好。哎，
今日哦，因次福到离开过后，拄喺来到了几只猥琐听听啊，迄搭唔见吼，英国的媒体都十分未伫要拄啊。啊，除非哦，有人承认咗咧。哈哈哈哈！眼福唔啊！哎呀，有人嘅羅子咗前嘅刀法，下一班人乜嘅事情都睇唔嘅，乜嘅事情都係分析，有錯也冇唔錯。幹部挨老阿強，係咪開始潛就出事咧？現在過去圍牆地尾度潛個100好冇？又想要偷摘芒果啦？你那一张母猪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摘芒果了？我就是看过。哦，就是你写字条告诉屋主有人偷摘芒果，对吗？对，是我写的。所以你还告诉教官说我们学校有人是小偷被抓到警察局，害我妈在电话里面被臭骂一顿，对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字条是我写的，可是我才没有去你学校讲什么嘞。是吗？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啊。我没有想到你会因为字条被送去警察局。我只是单纯觉得，你们以为这样很好玩，可是这样行为是不对的。做缺德的事，就应该接受教训。我们在找录音带啊！你真的跟他讲啦？啊，他没有生气吗？他一定气炸了吧？他们家要因为这样子增加负债耶。不知道，还好吧。他没有唠狠话，也没有大吼大叫。不过，他诬赖我去他们学校散播什么他被抓的事，太夸张了，我连解释都懒得解释。明芬，你真的还是觉得小罗是坏学生吗？不是我要帮小罗讲话，我只是觉得说，如果小罗真的是坏学生的话，那他一定就会打你一顿了，而不是只是你说还好而已了。明芬，明芬，走啊！今天我不回我爸家了，这阵子要去我妈那边住了。我们每天都会在学校见面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聊的，就找我聊，好不好？那我走了。总动人生，心动意。靠！劳动服务100点钟，当日变化我留下来做，我做到那一年哦。有位美女夾朋友，靠年分開嘅啦，有咩雜條界分上，按好打小報告，老幾冇上講，喊老好高高。到過嚟啦！欧陽華、潘世豪，
不准跟劳动服务的人讲话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欧阳华，如果你想跟罗强一样变成问题学生的话，你就继续跟他混。世豪，你是个知道要念书上进的好学生，也希望你洁身自爱。都已经念高中了，什么样的同学可以来往，还要我告诉你吗？还不走？把你劳动服务，你不甘愿呐？我哪有啊，教官？你打伤人，进警察局，把你劳动服务已经不错了。这种态度，你根本毫无反省吧？我应该也叫你到沈先生家里做劳动服务。等一下，沈先生，为什么我要去沈先生家做劳动服务？沈先生没有对你提告，只有来学校叫我们好好教训你，给你一个机会。是因为你妈妈又是送礼，又拼命跟人家道歉。这件事情你要好好的记住。家路窄。走啊！去哪里啦？你不是在躲他们吗？走啊！那边，前面看看。哎，他们是谁啊？为什么要躲他们？跟你说了也没用啊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那女生怎么这么凶啊？对不起嘛。想到人生天下太乱，情動寄望，為這樣開始多想，朋友的班，快無聯絡交往 ，Connect with you，將世未來，哈哈哈哈。
你进来。哎呀。我忘记录音带，什么呀？是阿姨啦。你来先落去做呀。拍摄拍摄。再见了，再见。你好，我看到有应征送报。哦，我们这里是每个礼拜结一次账，而且看你每天送的量而决定。送报的人绝对不能迟到，而且要投进订户的信箱里面。好，就这样想送报，明天就骑车过来。就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哦。原来前条路超按简单，送报纸係係提供真實嘅條路。這樣時，係請上電，到底為了乜人家私人查？我想到一項條路，都係嘅熱線，會有安泰嘅影響。懂厉害嘞，当然按做出，田话猛讲嘞。小舅啊，你继续睡啊。来，再见啊。想到你心中意。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老板，我要6个红豆饼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了，啊，谢谢你。阿潘，这到亚福星，一定会促强一下。还记得今日平爱行去公园吗？已经行到最尾100路后，张国部长离开的事吗？虽然俺都给讲阿强的事，不过我相信你嘅感觉老眼强用。故说我要讲的话，唔听也滴。真香。哎，明芬。你要看什么？看那么专心？写给阿潘的信啊，我看看。阿潘，你要写信给他啊？我要跟他说我喜欢他。哇，你要主动。我喜欢他，为什么不能先讲？昨天他特地跑来找我还录音带，而且还特地买了一个新的给我哎。哦，那这应该算是郎有情妹有意。好，我帮你鉴定鉴定。
再送一天报，我就可以领第一笔薪水了。阿公啊，你阿爸哦，有啥物无转来呢？你情况先好无啦？啊？妈，爸记容易无转哦，唔要当真创的。我出门去啦。你今日唔要中了哈？无啦，我因我个公司哦，亲心要跳路啦。请跳路？啊，也跳路唔要做甲好好哈？妈，因都不卡欠蛮多钱哦，我想请钱下多些就做啦。无，伊生意没问题啦，还有啦，我看伊很辛苦啊，我免唔攀的啦。妈，你放心啦，爸哦，唔会打唔见啦。好，我出门咯。2年3年看唔到你，我唔知遐去做乜嘅。咱拢唔插伊，落诶变落故事。来啦，爸请进来。好了，那我走这边喽。好吧，好吧，拜拜。小姐，回家吧。哎呦，走啦，回家啦。你看，魔术本猫王嘅鼓手吧。这样来看哦，第一啦，伊俩根本都在乱打嘛。第二啊，你睇，该因为来打嘅迄人就烂东西，迄魔啊，一天打得比佢好啊。不过多一下挨限迄上多啊，猫王多大做唔够运到猫王。哦，第三问题啊，係基建寫先嘅，迄本 ICRT 咧，應該吼千腳都會有答案啦。不過假使我嚟談吼，應該迄個英文名嘅縮寫 CAT，charming 大概啦。唔錯，按樣就冇嫌棄啦。你唔係講 charming 咩？一天係因為貓王嘅魅力，像發情嘅貓姑，本貓嘛愛到無法擋。姑叔很見貓王，你根本都係亂講嘛。哦，乜人講嘅？貓王啊，唔係愛唱情歌，啊，計條情歌，聽起來就像貓叫出。誒，阿強，唔信啊，問阿強，看乜人講卡索。阿強，係講啊，貓王因為唱情歌，唱貓叫春。所以按到貓王，你講錯，錯幾條哪？嗱，應該偶像講到啱嘅啊！我看到你這樣貓叫春啊！出氣啊！阿強啊，既然要來咧吼，叫你叫阿女嗌部卡點改啊？好，嚟，哎，做唔得啦！嚇，我喺前幾前阿爸。誒，那不然太人還要以前。阿爸要到個打麻雀啦！哦。去賭球場打麻雀誒，誒，冇去球場誒，係可以。嚇，唔好啦。
伊家做的猥琐，假是本阿妹知道，听说伊被猫出头的啦。哎呦，阿潘，去看看天天，又唔去度叫，无相干啦。哎，好啦，阿姨唔去哦，水晒唔掉啦，我来前走咧。潘啊，下网上认主秀仪感，做唔得咧。阿强，同阮叫我进来啊！哎，唔好啦，哎。 你睇门，昨天咧，我惊了未无？昨天啊，当朝前是听阿爸就过嚟啊。哎，这种眼看吼，做唔得落去都算咧，下落去转啊！哦，哎，那种无神气咧，既然落去，无落去看看，冲大爽啊！哎呦，哇！哎，卡多了。哎呦！谁做乜解啦？有你可以顺便，那男你可以是连到天，头点冲点点的脚步。蔡警官用这个两。夏莲，豆香。哎呦，妈咪呀，我拜托你饶了我吧！当然不行了。俺单看酸了啦。哎，不可以走啊！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没有。没事啊。哎呀！不要碰我！你走开！小心有刀！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，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，有人默默为我加油，关心着我。假使恩也就从来踏查做出头嘅，希望恩也就會心態和希冀等曾有嘅快樂，恩也就幸福嘅童年，恩也就強行嘅路，就算恩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有難同當，恩也會有福同享。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，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，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候，到時候別忘了跟我 say hello， 揮揮手，揮揮手。